你回来了。我明天出差，所以今天必须要回来。小凤，你这裙子真漂亮。你买东西都是成对的，我的呢？过来吧。坐下，我给你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小凤，我想穿上试试。小凤，怎么样？帅吧？真帅。小凤，你一个人买了礼服，我居然连带你回家的勇气都没有。请你原谅我好吗？千万不要这样说，叶佳，我理解你。谢谢你，小凤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没有跟我回去，是对的。那么多冷眼，还有刁难，你不需要去面对。我们只需要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了。小凤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，好不好？反正我要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你，又不是别人。小凤，嫁给我吧。芬妮，你还是复出吧。你息影时间不长，观众没有忘了你。这是我能给你的。你家里给你什么条件？
进入董事会，主管欧洲市场，还有以后过亿的遗产。叶波，这个钱我收下了。如果没有很多的爱，很多钱也是好的。谢谢你。我查找了很多资料，根据记载，引进这种花的人是宋唐王朝的国师，这位国师的名字叫迦叶。这种花如果养殖成功了，将会改变这个世界，改变人类。我试过了多种花肥都没有效果，还没找出什么原因。长生花本来就不是普通的花，使用一般的肥料当然不奏效，否则只会开花不会结果。不知道当年迦叶国师用什么方法来养殖啊？当年的迦叶国师就是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的。用鲜血来浇灌，任何人的血都可以吗？这个就是需要你去研究的了，希望你能解决它。对了，长生花生长的地方正好是7个小暴君失踪的地方，这两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有这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那7个小暴君。大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你欧洲国内两头飞的吗？我前几天去见芬妮了。啊？你都跟人家分手了，还去骚扰人家干嘛？说实话，大哥，我原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爱，可我现在就是特想他。毕竟时间久了嘛，日久生情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可能没有机会再照顾他了，所以我想
请大哥你帮我照顾她。三弟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让我去照顾她？哎，我又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辈子娶不了她了，所以请大哥把握好这个机会。先是妙莲，现在是芬妮，又轮回回来了。啊？哦，三弟，我是说，我跟芬妮是好朋友，如果她有困难呢，我一定会全心全力的帮助她。好。芬妮，哎，来了，小风，我一眼就看到你了，你真漂亮。你今天也特美啊。哎，喝点什么？服务员，你好，来杯咖啡。稍等。芬妮，你们真的分手了？你的咖啡请慢用。叶波，他还是跟家里妥协了。他这种人的爱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哎，小风，你要看紧叶家。我听说他现在和林家小姐亲密的交往，你要小心呢。我相信叶家，他是我上一世的爱人，他永远都不会背叛我的。的确，他跟叶波不一样。如果叶家都不能相信了，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相信谁呢？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一直都认为，像你这样的女明星，才有条件嫁入豪门呢。什么女明星啊？女明星嫁入豪门的概率啊，不比灰姑娘多多少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没希望了。我希望你们两个有个好结果。芬妮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我算什么呀？就像叶夫人说的，我就是一只黑乌鸦。别瞎说了，谁说女人的美丽是战无不胜的武器啊？哦，我约了李欢，他可能快到了。我也好久都没见他了。